大家好，我叫 Xvan， 我是心内科医生。今天来讲一下高血脂的病人需要控制饮食。首先要不吃大肉大油、动物内脏、油炸食品、高蛋白高糖的食物，否则即使不吃高脂的食物，其他的成分也会转化成脂肪的。健康饮食包括限制总热量，改变饮食结构，减少热量及饱和脂肪和食盐的摄入，脂肪含量应控制在总热量的30%以下，尽可能增加纤维含量，多食清淡蔬菜，少食多餐。高脂的病人要避免摄入冰激凌、披萨、汉堡、巧克力、糕点、糖果等食物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个赞和关注，为鼓励我们做出新的视频。谢谢大家。